你覺得本地品牌應該係點樣？香港人嘅文化咧好搞笑，即係去到極端嘅時候咧，我哋會笑咗出嚟啦。我會覺得係好似周星馳嘅電影咁，搞笑啦、無厘頭啦、幽默啦，咁同埋當中係會有啲 meaningful 嘅嘢會領悟到咯。香港品牌同日本、韓國呢啲咁多文創嘢嘅地方有冇得鬥呢？我啱啱一開始創業嘅時候都問自己呢個問題，當時候我自己係覺得冇得鬥啦，但係隔咗幾年之後我覺得而家香港嘅文具啊或者我自己一個產品咧，唔可以話係正面去鬥，我哋硬件上未必會贏到，但係我覺得我哋喺軟件上會贏到，利用一啲文字啊或者一啲搞笑啊幽默嘅元素放喺一件產品入邊，就好似同個客人去做一個溝通嘅橋樑咁樣。你嘅品牌叫有朝一日啦，你希望未來5年、10年嘅有朝一日係點樣嘅呢？其實我希望香港嘅品牌啊，香港嘅產品帶出呢個世界各地啦，同埋呢個研習寶系列咧，我希望呢5年內啦就可以做唔同嘅語言，有韓文啊、泰文啊、日文啊，咁可以將香港嘅文化、香港元素宣揚開去。對於一啲可能而家喺香港創業嘅，你有冇啲咩想同佢哋分享？我就想講就係，其實我哋大家都係一樣，我做到，大家都一定做到。除咗堅持唔怕辛苦呢啲，係同你嘅客人去做一個溝通。快樂記錄簿咧，都係我哋啲客人啊，俾我哋嘅概念，然之後我哋去執行佢，就好似同香港人一齊打造。